现代台语版圣经民数记第12章，米利安甲阿伦批评摩西。米利安甲阿伦批评摩西，因为伊娶古实女子做某。因讲上主减简单通过摩西讲话，减无嘛通过阮讲话。这话上主有听到。摩西做人非常谦卑，赢过世间所有的人。忽然，上主对摩西、阿伦甲米利安讲：“恁三个拢出来会幕遮。”因三个就出来。上主伫云条中降临，徛伫会幕门口，叫阿伦甲米利安，因两个就行进前。上主讲：“恁着听我的话。恁中间若有先知，我上主是用异象，互因捌我，通过面梦甲因讲话。毋过我的仆人摩西毋是安尼，我有将我的全家交代伊，我是甲伊面对面讲话，明明讲伊毋免约，伊甚至会看见我的形状。恁哪敢批评我的仆人摩西？”上主对因受气，就离开。云对会幕的顶面散开。米利安忽然起严重的皮肤病，伊的皮肤亲像雪遐白。阿伦看到米利安起严重的皮肤病，就对摩西讲：“我的主啊，求你毋通因为阮愚妄犯罪，互阮受刑罚。求你毋通互伊亲像出母胎就烂一半的死胎。”摩西就哀求上主讲：“上主啊，求你医好米利安。”上主对摩西讲：“伊的老爸若甲伊配喙烂伫明年，伊减毋免见孝7日，等着甲伊隔离伫营外7日，然后才通互伊转来。”对安尼，米利安就互人隔离伫营外7日，人民无起停，听候到米利安倒来。后来，人民对哈西录起停，到巴兰的旷野扎营。